先开始来关心前民进党的立委陈后壁防指控做立委的期间，吸收物流公司达个月5万块的不当利益，伫立法院护航推动商港法修法，7年来伊是收400万，互检方申请羁押，尾也法院裁定收押。 双手靠手后换水暗，行向警备车的是民进党前立委陈后壁，伊被指控涉贪，7年收400万，专案羁押庭裁定收押禁见。媒体大声问讲为什么贪污，深受感到政治迫害，陈后壁拢无回应。台北第二裁定理由指出，陈后壁放任缓刑，验过检方所附的证据，有法度认定犯罪嫌疑重大，而且陈后壁出入境的记录正接，有相当理由会当认定伊有逃亡之余，因为伊所犯的罪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，裁定收押禁见2个月。 要澄清一下。被控行贿的业者，联兴国际物流姓洪的前董事长，先后300万交保。伊是汇运码头营运商，涉嫌伫陈后壁立委任内，自2016年开始，每个月支付几落万的汇款，换陈后壁护航推动商港法修法。 民进党中央党部前秘书长柯林多等人涉嫌作弊手套，也是这篇新闻的对象，以30万交保。不过，陈后壁的幕僚讲，当初以产业全体国家发展甲公共利益做优先考虑，并无道理特定企业或者是个人。会担心委员被追啊。 陈后壁的看守也被约谈，尾啊80万交保。原来检方唔那是查贪污，也发现陈后壁成立的台湾金宜兰发展协会，伊的看守冠名理事长，不过有一寡捐款敢若走去因个人的人底下内面，涉犯公益侵占。这么协会已经解散。这一次那个委员他好像就是出了这些事情，你会觉得很讶异吗？还是？对啊，他都做公益了。 自涉贪到侵占，争议真多，而且陈后壁进前也个牵涉 IMB 基金诈骗的代志，足球会成员几多遍指控也要参加。这2年来，检警一直都是毫无下文呐、很多时候真的求助无门呐、非常强烈要求检方不是轻轻放过。IMB 基金办，检方是另案签困他立案，这边是不是最近侦办，是不是有搜查到相关的事情，大家也正注意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